就是咱这本成圣诗的第一首，哦，这个较早的第一首无啥共款吼。第一首一定要唱我较熟的吼，唱我较熟的。这个伫以赛亚书第6章第3节有讲，这个唱，迄个呼，讲圣在圣在圣在，万军的主上帝，伊的荣光充满全地。虽然逐礼拜来到圣殿，就是用这种心情，就是阿罗上帝的心情，咱请琴来弹一遍。这首诗有2节，咱来唱第1节。来，现在，现在，现在，七星大主宰。现在，现在，现在，都已显主宰。从自父是修作，一波西不走，因万家观的灵，机关修尊重第2节。现在，现在，现在，七星大主宰。现在，现在，现在，都已显主宰。全灵为了这堂修经为好善，现在，现在，现在，即现大主宰。咱过来练第2首圣诗26首吼。这首诗咱对咱长老教会特别重要吼，就是用阿罗感谢来对上帝。这首诗的作词者叫做马丁·瑞卡特，这位是一个音乐家，嘛是戏剧家、作家，阁是德国最有名的牧师。伊出生伫德国爱伦堡这个所在，捌伫足侪教会中担任服侍牧师的这位。直到伊31岁，才转去到伊的故乡爱伦堡，伫遐来牧会。迄个时阵，伫1618年到1648年这30年的中间，是德国受到战争所影响上大的这个30年的期间。爱伦堡多伫是伫这个难民的这个中途站，就是经过的所在，所以真侪难民拢集中伫遐，所以一批一批的难民带来了足侪的这个妖恶、困苦，
病痛、伤亡，伫遐丧失了因的性命。这林卡特，伊是迄个所在、迄个社区唯一的一位牧师，所以伫遐诚做迄个所在遮的难民上大的即个希望甲安慰。当时伊主持过差不多4800场的即个葬礼，甚至有一天就超过40个的葬礼，所以会当想象，迄是一个真困苦的所在，也是真困苦的时代。伫1636年，即个林卡特牧师，伊就写出会使讲全世界上出名的即个俄罗的诗，就是咱今日所念即个圣诗26首，但愿感谢上帝。拢总有3节，第一节较属伫感恩啦，第二节属伫祈祷，第三节属伫俄罗。咱来请琴来弹一遍，咱来唱。第一节啦，来，当我感谢上帝，赐下应许的心地，主叫记忆代志，莫名了一最欢喜，愿对舞台出席。就是好无灵，今日我所应啊，今日要被慷慨第二节，困就是阮上帝，一心甲万上帝地，赐我喜乐心光。赐平安甲愿断，因伊恩惠我心，感恩的多解救，错阮看你在hand，现在刷到将来第三节，我若感谢。这归何悲伤的，最深的信心，一一关家的安平，因为因我兄弟，因这偏不梯队，归地现在将来。因愿我落平安。咱准备心来做礼拜。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奏乐。
着乌老上主，上主的奴仆啊，恁着乌老，乌老上主的名，愿上主的名受乌老，对即时到永远，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也上主的名是应该乌老的。三角来吟诗乌老上帝，圣诗第一首，请起立。使徒圣经做伙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就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个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角用启应文第55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启应文伫圣诗后壁。启应文第55篇，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啥物，要啉啥物在操烦。性命敢毋是比食物较重要？恁看空中的飞鸟，因无种造，无收成，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恁敢无比因较贵重？恁若着因为要穿啥物操烦？不过我甲恁讲，连所罗门成樱花的时，山野的花草今仔日得活，明仔载互人下落花落。伊减袂搁较甲恁糟蹋，所以恁毋免操烦讲，阮要食啥物。
遮个拢是外邦人在追求的。就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操烦，一日的艰苦一日长，同心来祈祷。大愿的上帝，阮伫天里的爸，阮的救主，阮要阿罗感谢你，为着你的创造，你的安排。为着你是一切的源头，是阮生命的主宰，阮用谦卑敬虔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求主按耳孔听阮的祈祷，做阮的倚靠，互阮会当将阮生命中所有的重担、话语、忧闷拢放落。当阮敬拜祈祷的时，阮就无搁惊吓，无搁烦恼。因为阮知阮已经得到上大的福气，主的恩典临到阮，竞选阮诚做你的囝儿。阮要为即个大福气来感谢主，阿罗主你的名。迄个阮也要为着阮的软弱来祈祷，求主赦免。阮看见世间有侪人伫受苦，伫地上有阮想象袂到的意外，有战争，有死死甲病痛。真侪时阵，阮拢无明白上帝的安排，也失去对上帝的信心。总是主，阮要为着受苦的人来向你恳求，求主怜悯即个世间的艰苦，因为你捌指示人，你爱人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主三甲行。主，阮恳求你牵阮三甲行。互阮照主的旨意为主来做工，会当赢过世间的扰乱甲痛苦，互人因为阮来得到福气。我们诚做主心中的萝卜。主，阮要为每一个人的重担来恳求，由你教示阮学习交托，将阮的困难、阮做袂到的侪失败，拢会当交托互主。由圣神用讲袂出的土气替阮求，怜悯阮的无知，安慰阮的忧闷，也求主赦免阮是有罪的人。阮常常袂记主神看主贪恋即个世界，袂晓分别啥物才是上帝看做上要紧的代志。主，阮要求你引带，互阮因为你的大疼痛，学习怎样疼人甲疼上帝。互阮的内心有真正的安静甲和平。主，阮要为着阮的上山教会来祈祷，即个主你设立的教会，要安怎诚做互主欢喜、受到祝福的教会？求主赐阮合一的心，无论教会长职还是会友、年长的还是少年人，拢有共同追求信仰的心。愿意来为主做工，互阮的教会会当诚做主兴起即个世代的所在，嘛互阮会当诚做传主福音的团体。主，求你甲阮的教会同在，今仔日嘛亲自临到阮的聚会中，进入阮每一个人的心，听阮的祈祷，对阮讲话。阮愿意安静，将阮的性命、阮的生活，互主来改变。求主监察阮的心，接纳阮诚心的敬拜。阮诚心摆咧以上的祈祷，即时嘛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吟诗祈祷吟讲。
做伙来攻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19章第1节到第10节。路加福音19章第1节到第10节。耶稣入耶利哥，伫过去的时，有一人名叫撒该，是做抽象的头人，也是好业。伊爱要看耶稣是啥物人，若是人多看袂着，因为伊身躯萎缩，就走最前，爬上桑栽树要看伊，因为耶稣要对遐过。耶稣到迄位，抬头看伊讲：“撒该，紧紧落来，因为今仔日我的确要踮你的家。”就紧紧落来，欢喜接纳伊。众人看去，咬咬念讲：“伊入去歇伫歹人的厝。”撒该徛地对主讲：“主啊，我将所有的一半互送向人，若是要还啥物人，就将4倍赔伊。”耶稣对伊讲：“今仔日拯救到伫即个家，为着伊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人子到是要找失落的来救伊。”讲道，请让神学生讲道，题目是拄着性命。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即届上山教会神学生长，我目前是大神大下硕士班2年的学生，真欢喜会当伫遮甲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因为我是原住民，所以台语较袂晓讲，所以用华语来甲大家分享今仔日的信息。在开始分享前，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在今天的早晨中，让我们能相聚在一起来敬拜你，也能从今天的分享中领受从上帝你而来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想在场的每个人对撒该的故事一定都不陌生吧？撒该在希伯来文的原文是圣洁的、公义的。我们也都知道撒该是一个税吏长，在当时税吏长是比税吏再高一层，就是他等于是他们的主管。那他的身份也等同于一个掌权者。撒该的名字却和他的职分很不搭。可是我们可以从故事中看见撒该怎么从一个当时耶稣进入耶利哥城时爬上杉树，只为了看耶稣一眼。因为在当时一个地位高的人要愿意爬上杉树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因为这个举动很容易让他自己丢失了面子。撒该为什么想要见耶稣呢？因为耶稣在当时他的名声已经传遍了各个地方，所以撒该也想要知道这位耶稣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受人欢迎呢？但是由于撒该的身材是矮小的，耶利哥城也挤满了人，让他没办法挤入到人群当中。撒该或许知道耶稣他要走的方向，所以他沿着路去寻找有没有可以挤进去的地方。在这方向中，他看见了一棵桑树，所以撒该就爬上这棵桑树。这也是撒该在这一刻遇见他生命的转变。耶稣为什么一眼就可以认出撒该呢？因为撒该他所穿着的衣服是富裕的，
与他爬上这棵杉树的举动是很不搭的。所以在这个杉树上，他显得特别的显眼。耶稣对撒该说：“撒该，下来，我今天必须住在你家里。”在这里，耶稣是用必须，是用肯定的语言对撒该说：“我今天必须住在你家里。”而不是用一个撒该，我可以住在你家里吗？他不是用一个疑问句，而是用一个很肯定的语句来对撒该说。撒该听见就欢喜地从杉树上下来，来接待耶稣。可是从这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众人开始议论纷纷说：“撒该，为什么耶稣要进入到撒该的家呢？撒该他是一个罪人啊，他收取我们的钱那么多，为什么耶稣选择住在他的家里呢？”众人也开始批评耶稣，说为什么他不应该是要跟一个罪人在一起的，而是应该要选择一个比较在教会有服侍的，或是在教会生活有好的稳定聚会的人的家去住啊？为什么会选择一个罪人的家呢？可是我们从耶稣的这个举动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耶稣他接近撒该是要表明他来到这世上所要做的事情，也呼应他自己所说的：“我不是召义人，而是召罪人悔改。”但是撒该从众人当中听见众人的对他的这些议论，撒该就站出来对耶稣说：“主啊，我要把我的财产一半分给穷人，如果我诈欺过谁，我就4倍还给他。”撒该说这话是要证明耶稣今天来到他家中拜访他所带来惊人的影响，也表明了撒该他内心的愧疚与忏悔。因为我们知道，唯有悔改是上帝所喜悦的。悔改不是用想的，而是要有一个行动。耶稣的答复也证明了撒该的生命得救。耶稣来是寻找失丧的人，耶稣寻找撒该，并没有撇下他，他拯救了他的生命。弟兄姐妹，你还记得你生命是在哪里遇见耶稣基督的吗？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生命中的那棵杉树。我生命中的那棵杉树是在我17岁的那一年，我真实的相信到上帝是真的存在。我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可能已经有6、7代，或是7、8代的基督徒，而我是第3代的基督徒。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是别人眼中羡慕的孩子。因为我父母不抽烟、不喝酒、不吃槟榔，有稳定的工作，又是在教会服侍，这个家庭谁不羡慕啊？因为在这些条件当中，是对我们族人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家庭。可是对我而言，我没办法享受在这个家庭当中，因为姐姐们的成绩都很优秀，是我压力的来源。我在家族中也成为被比较的一个对象。可是我很不喜欢被比较，因为这种感觉很不好。所以在这样的比较中，我选择摆烂我自己的课业。当人家越要我好，我就越把成绩考得越低，尽量拿0分给家里的人看。国中是我叛逆的开始，一直到高中离开家，我就好像一只从笼子里被放出来的一只鸟，享受自由的时刻。在第一间高中，我待不到几个月，父母亲就收到退学通知，我就这样被带回家。原本以为回家有家里的管教，我就会乖一点，但是反而变得更本加厉。我开始逃家，开始选择去跟一些朋友喝酒啊，然后抽烟啊，做一些不良的嗜好。而我国中教练得知我需要一间可以接受我的学校，而协助我寻找学校。本来以为换了一间学校我就能学乖，但反而让我接触更多不同的人。
因为我本身是学拳击的，所以在学拳击的过程当中，我认识大家所说的8+9有来往，因为身边的人几乎都是在庙里，或是他们家庭本身就有黑道的背景，开始跟这些人有来往。我开始接触庙会，参与庙会，也因为身边的朋友跟父母亲大吵架，甚至也为了信仰的理念不同，而跟父亲断绝了父女的关系。在断绝这个关系当中，从跟父亲断绝关系的过程中，我开始跟家里的关系变得很紧张。我开始追求所谓的快乐，我尝试吸毒，但这些物质上面的东西都没办法满足我内心的恐惧与那个空虚感。我甚至用拳击来去伤害人，来宣泄我自己的不满足，来宣泄我内心的恐惧，来宣泄我心中的空虚，导致我对人一点同情心都没有。我开始不信任人。可是在17岁的那一年，我被我母亲强制参加教会的培灵会。我想说带着一个随便的心态，或是来交个朋友的心态来参加这场培灵会，却在这场培灵会当中，我经历到这位上帝是如此的真实。我内心的空虚，我内心的恐惧，被上帝的爱补足，而我那暴躁的脾气也慢慢的变得和善。培灵会结束后，我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举动，是回家向我的父母亲道歉，向我的姐姐们道歉过去对他们的伤害。上帝很奇妙，用他让我跟我家人的关系就这样恢复了，而我也重新回到教会的生活。在教会的哥哥姐姐们的陪伴下，我决定献身给上帝。我面临了3个选项。第一个是原本在高中跟这一群朋友会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工作，可能这个工作不是好的。再来就是继续升学读北体跟台体，或是放弃这些来全心的跟随上帝。我没有犹豫的，我选择了第3个，我选择放弃所有这些对我来说是好的这些事物，我放弃了这一切，我来跟随了上帝。当我愿意把自己摆上给上帝的时候，我的生活周遭的环境都变了。我亲近上帝后，我发现我跟撒该很像，因为上帝并没有因为我的错误或迷失远离信仰而选择放弃我。当我听见上帝对撒该所说的“下来，我今天必须去到你家里”，像是上帝在对我说：“New， 我今天要重新整理你的生命。你愿意让我进入到你的心里深处吗？”其实我又犹豫了，因为对我来说，享乐是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生活。可是我还是选择让上帝进入到我的生命中。当我邀请上帝进入到我生命中进入到我内心的时候，那段时间却是让我很煎熬的一段时间。我的生活环境变得不一样，我身边的朋友觉得我宗教走火入魔，开始远离我。可是对我来说，我是一个重义气的人。当身边的朋友离开我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失落。我觉得我是不是选择这个是错误的？可是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我唯一没有改变的是我持续的祷告读经。虽然我感觉到上帝没有在我身边，我最常问上帝的一件事情是：你不是说要重新整理我的生命吗？可是为什么我觉得我好像一个人在面对所有的事情？在那段时间里，我觉得上帝好像没有回复我。
我觉得上帝好像就这样离开我。我觉得那段时间我很孤单，但是我的内心是平安的。当我回头来看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上帝都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回应我的祷告，来回应我，来再对我说，我一直都与你同在。我们可以看见，当撒该接待耶稣时，或许他所要面对的是税吏的群体中，因为当他说：“主啊，我要把我的财产一半分给穷人，如果我诈欺过谁，我就4倍还给他。”其实撒该在说出这一段话语的时候，或许是很挣扎的，因为他要面临的是税吏的群体。可能当他说出这些话的时候，税吏这个群体会对他有一个排挤，甚至是唾弃他，说你如果要就是照着原本的规则去这样收取这些钱的话，那我们这些税吏的群体要怎么去生活？我们就不能向这些人索取更多，所以可能会对撒该有一个排挤，甚至是唾弃他。但是撒该却还是选择去认识耶稣。我自己的生命也是在这一刻当中也认识了耶稣。我戒掉了烟，但是在戒烟的过程当中其实很痛苦，因为会有2个礼拜的期间是最想要抽烟的时候，那个会让我的脾气更加的暴躁。但是我选择相信，今天上帝进入到我的生命的时候，我这些坏习惯都要改掉。即使在这个痛苦当中很挣扎，甚至我们从教会这样走出去，就可以看到路边的人有抽烟，这个烟味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诱惑。我会手抖啊，发抖，甚至会很想要冲过去跟他说：“我可以跟你要一根烟吗？”这样。但是我觉得上帝的话在我里面的时候，他却克制了我这个诱惑。或许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的挣扎，是当我们选择上帝的时候，我们要面临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们看见撒该的生命有这么大的转变，是他愿意放下他自己的身段，爬上杉树，来与耶稣相会。当他与耶稣相会的时候，他也愿意放下他自己过去所有的他所犯的错，也愿意悔改。我们的生命或许也像撒该一样，渴望见到耶稣。当我们遇见耶稣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愿意改变？也是否愿意真心的向上帝悔改呢？还是我们就持续不断在这个罪恶里？从撒该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另外一个故事，在马太福音，一个青年人，当他走向耶稣，对耶稣说：“你的诫命我都遵守了。”可是当耶稣对他说：“你要捐赠你的一半的财产给这些贫穷人的时候，这个青年却垂头丧气的离开了。我们看见这2个生命的不一样，一个选择完全的真心的悔改，来把自己的所有的罪恶向上帝承认，另一个却选择了不放下自己的这一切，选择了离开耶稣。我们的生命会是怎么样呢？我们在哪里遇见耶稣呢？我们会在哪里遇见耶稣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挣扎，当我们遇见你，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挣扎交托给你，也在这变化中依然紧抓着你的话语。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很无助的时候找到我们，谢谢你用你的话语安慰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掀开周报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请咱做伙来读2摆。
我捌甲基督同顶十字架，愿也搁得活，毋是由原我，就是基督点伫我的活。搁我现今伫肉体所有的我，是在伫信上帝的囝来活。伊捌请我，替我献家己。加拉太书2章20节。我捌甲基督同顶十字架，我也搁得活，毋是我，就是基督点伫我的活。搁我现今伫肉体所有的活，是在伫信上帝的囝来活。伊捌请我，替我献家己。加拉太书2章20节。大家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26首，圣诗26首，请起立。请坐，奉献，请赖玉凡之属陈明奇之属。
请起立。请坐，请咱掀开酒报。酒报350页，消息甲报告。第一点，教育组年度事工圣经手抄本要印旧约第3本智慧册，请要参与抄写的，伫今仔日进前向蔡淑芬长老甲干事登记甲交会。无区消息，但以理小组今仔日下晡12点半要举行聚会，请大专生甲社青参与。集体关怀，第2点，市丹美霞姊妹10月11日蒙主运调，伫11月5日要来的拜六上午10点半，要伫第2殡仪馆至真3厅举行告别礼拜，请为遗族来祈祷。奉献的部分若有错误，请向中级订正。周间聚会甲酒的成功侍奉者，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咱最近天气变化真大，所以请咱遮的兄弟姊妹较济会当来注意咱家己的身躯。好，这是咱来为着咱的世界台湾，甲伫各地宣教士祈祷，为着新任的中级祈祷，为着建堂的事工祈祷，为着怀孕的圣心慧芳来祈祷，为着确诊的兄弟，为着身躯欠安的赞美荣姐、明珠姐、阿淑姐、俊成兄、阿卡姐、赵雄兄、神欧之师、来富姐、邱菊姐、邱玉姐、应轩、钟贵兄、秀恩姐、张老师、邓妈妈、龚琪姐、陈其雄长老、伊丽、素梅姐、方梅姐、谢đình兄、明理姐、谢平兄、阿菊姐、郭元兄、东龙兄、佑庄兄、李雀老师来祈祷。咱开喙为着这个事，为着这个集体来祈祷。伊今仔日话，阮的中间请做阮的鼓励，奉召阮好，阮当真有神，阮的我哋稳定来忘掉，奉召阮心啊，做阮的为着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你保守，互阮无论是身躯欠安的怀孕的姊妹、较近的兄弟姊妹，是心灵软弱的，我求你帮咱，互阮当得着坚固。也保守阮的教会，无论是建堂，也是其他的事工，亲近中级，恳求你，让互阮让复兴，也为着阮的世界台湾来祈祷，恳求你帮咱各地宣教者、宣教士，互因会当有平安，恳求主你保守因，帮助因，互因全家当伫主你的前头。感谢你，主，阮感谢你，今仔日搁一届用撒该即个万金色的圣经经文来鼓励阮、勉励阮。主，恳求你，互阮每一个人的性命，确实就亲像撒该，互你忘掉，互阮会当拄着即个救恩，互阮的性命会当有改变。主，恳求你帮咱，互阮的性命改变，也真实透过阮日常生活的行动、行为来表露出来。主，阮也要为着阮身躯欠安的兄弟姊妹祈祷，主帮咱遮的兄弟姊妹，互集体
伫欠安、身躯欠安，也是心灵忧伤的，拢会当得到主你的坚固、你的医治，也为着有侪侪位的兄弟姊妹确诊，也是确诊了后因的复原来祈祷，恳求主保守，互因无任何的副作用，互因紧紧来恢复完全的健康。也为着怀孕的姊妹祈祷，恳求你保守圣心、慧芳，互因伫怀孕的过程，拢有上帝你的看顾。也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主保守遮的成人的中级当中，互因确实会当献上家己来服侍你，来服侍人。主也恳求你保守阮教会的事工，无论是遮的对外宣告的事工，也是阮的建堂的事工，主恳求你拢来坚固。阮也要为着阮的台湾来祈祷，主阮伫最近，阮感受到受到极大的威胁。主总是阮恳求你保守，互阮无惊吓，互阮相信上帝你拢在掌权。主也互阮会当仰望特别来的上帝国。主，阮也要为着伫各地宣告的宣教师来祈祷，帮助遮的宣教师，互因所做的工拢有上帝你的效果。虽然有可能伫人看袂出来，但是阮相信主你要使用遮的宣教师，也保守因的家庭，特别有真济是伫真危险的所在，伫传福音的，主恳求你也保守因的性命。阮为着兄弟姊妹新的一个礼拜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伫新的一个礼拜的第一日，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做伙敬拜领受你的话。恳求主你也来帮助，互阮会当对你遮领受快乐，伫阮出去阮的社会、阮的家庭、阮的学校、阮的日常生活中间，都会当为主你做好的见证。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来吟圣诗，圣诗178首，圣诗178首，吟诗了，请大牧师就读，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